kita saka itinita米等于耳朵说你龙康好，谢谢龙康，好，开始。好，那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题目叫做初探台湾环东岸撒那赛礼物交换带，它的这一个分布点。好，那今天我们最主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在那个整个环东岸，我们彼此之间有做巴拉放的这个风俗，那个在学术上面虽然仍属一个未见的定论啊，但是呢，实质上目前到现在也都有一些有形跟无形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存在。那间接的呢，有手抄本，有歌词。还有地方的口碑、口述记录，甚至就是转化为神话的这种转译的一些文章啊，都陆陆续续的在这一个日本的东京人类学刊日本的著作，还有一部分的荷兰的一些就是一些日志里面当中哦，都陆陆续续的都被揭发了。那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题目就是说做一个就是比较片段狭隘式的一个分析，然后没有代表什么学术的威权什么，就是只是单纯从一个地方族人的看法来看待这个事情，然后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对，首先我要谈的部分就是说，在听这课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说，我们台湾这个原住民族当中的阿美族或者整个台湾的整个所有的原住民族，他们就是说有一个出台湾说那么他们是应该是我们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又是怎么出去的？这个来来去去，那出出入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撒那赛礼物交换带或者是呢所谓末世的这个礼物或马林诺斯基的交换这一类的这样子的传说，我们跟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它的关联性但是目前台湾的学者非原住民的部分，他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反而倒是原住民的部分会去注意这个地方的发展然而因为我们前次谈过，因为国家主义的介入，所以呢造成我们的航海工具断裂，因此再加上殖民的治理，我们在空间治理方面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断裂面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必须去做田野考察，才有办法去得到它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初始状态的一个理解。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台湾原住民所属的地域台湾这个地方，它在南岛民族的分布是最北点，最东是复活岛，最西是马达加斯加，最南是纽西兰。那我们又知道说，纽西兰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是800年前从台湾过来之后，跟麦克罗尼西亚的人做通婚的新一代的原住民。然后呢，我们大概就知道说，目前的学术上面所提的就是一个大范围的看法，但是我们却没有去思考说，当初从台湾出台湾所有的部分，它一定是从4个方向、5个方向啦，因为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一个 Santana Island 的这个路桥这路桥说呢，目前呢最新的学者呢，就是在那个一个姓吴的那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学者，然后呢，他目前就是有一个新书，他还没有出来，所以我现在就暂时不提，就是我们跟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叫 Santana Island 这样子。那也有人就说那个就是什么亚特兰或者是说陆程说啦，这一类的部分是有他的说法，但是没有办法是透过一些就是学术的证实。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知道说，我们跟菲律宾之间有过往来这是第一个部分，目前是比较少人在提的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跟南海地区，就是往新几内亚这个部分我们有过往来我从那个海上逃入的这分布跟发展，就可以印证说，台湾确实透过这个航海的航具，在某个年代有将一个叫做
可能有这样一个叫做一种红桃的文化，叫做拉比塔。拉比塔这个东西跟着这一个，也就是红桃的几何桃，然后它的线纹呢是由碳线然后所戳印而成。那么它似乎跟着这一个纽西兰的毛利人这个迁移的过程当中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目前这一个它是属于工艺学的研究，但是呢一种工艺人类学，但是人类学目前为止还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区块。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往西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更没有人注意到说，我们跟日本的这一个 Okinawa 还有九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存在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根据日本的考古学里面发现，在日本的 Okinawa 到九州之间，它似乎是一种虾流族也就是虾夷族或者是阿伊努他们之间的这种族群在住在这个现在的空间上面。但是呢，有些研究却认为它的考古遗留却是阿美族的先人所待过的地方。换句话说，台湾南岛民族的扩散，如果在某个时间它去扩散出去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4个方向来走。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最北点，台湾的最北点还有原住民族、南岛民族的分布，只是现在的分布是被日本国定为这个爱奴族。那到底爱奴族它是南岛民族呢，还是大和民族？这个部分呢，我们从他们的文化来看得出来，它似乎存在的南岛民族的语言、南岛民族的文化。但是他们又操作这个大和民族的这个那个文化在这上面，所以就很难去定论到底爱奴族，而且它分布在苏联的边缘呢，鄂克斯海的边缘。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在线上有兴趣的这一些就是语言者，他将来去读硕博士的话，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据点。那目前这方面呢，可以找这一个我们在那个北海道大学的陈友伟，他是最新的学者在那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人类学博物馆驻台湾的一个学者，这个名称我到因为我现在在那个在投影，所以没办法就是找到他的资料那大概就是说，我们上这个课之前就先知道说。有一个具体的结论，因为就是台湾原住民族在某个时间点，确实就是说在海上面有迁徙，或者是说做一些物质经济方面的交流，所以这个图表就是说告诉我们所有的族人就是台湾原住民族这是在某个时间点，尤其是环东岸这个地方，有些人呢。在海上的部分有过交通这个交通指的是经济、血缘、语言还有文化之间的一个流通。那这样子的一个流通，我们在南岛民族，在我们台湾环东岸，包含我现在就是逐一点名北端的侯族李族族、凯达格兰，也或者是巴塞族。然后在噶玛兰族咖利亚万系统，然后再往南走之后就会遇到了阿美族，然后呢再往南走就会遇到现在的噶玛兰族，然后再往台东方向就遇到了南排湾族跟卑南族卑南族从卑南西，其实它分布最南的部分还有嘎斯嘎鲁到现在的恒春，变成现在的斯卡罗，然后再往南走就会遇到马卡道族，还有一部分的巴丹族。巴丹族在恒春半岛，它有分布，目前还有200多位。它本身当时从原乡过来的时候，它没有经过绿岛兰屿，它是直接进入恒春半岛，所以这些民族在过去，在这个图片里面上面来看。它就是一直有保持一种带状的一种交流。那为什么中央研究院认为说是撒那塞的传说圈？
是因为我们跟绿岛之间，他认为这样子就变成一个环圈圈的一个感觉，所以他就认为是撒那，因为我们彼此都有一个传说叫原乡说，叫做撒那塞传说。那如果我们有跟这个绿岛有接触，那就是传说圈嘛，或者是礼物交换圈。但是我们跟绿岛没有接触的话，那是只有一个环东岸的一个带状广布的系统，所以那就是那撒那塞的传播带是这样子来看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对我们今天的课程要做一个定义啊。那就是说所谓出台湾说，出台湾说最早的这个理论是在1916年啊，有一个 Saprin 这个学者。然后他在美国文化的时代透视里面说，就是提出了这语言的地理分布跟分支的现象是可以推论民族迁移的方向跟时间，所以他就提出，如果这个地区语言最奇异的地方就是语言的起源地，那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目前就是有40几个系统的语言嘛，40几个族语。然后包含平埔族的是有40几，但有一些是实语，但是它事实上存在的就是说40几个族群嘛，然后40几个那个族群的语言所以他们认为台湾就是因为它语言最分歧就是所以说认为说台湾它是一个起源地。然后再来呢，1926年呢 Vavilov 这一个学者他在提出的语言分布跟迁移论，又跟这一个Saprin 这个学者里面的说法来结合，但是他认为说语言移动、人工栽植那个就会有人工栽培植物的那个移动，所以呢，他就从植物的移动的这个带状的分布，就是用这一个 Saprin 的这个部分，就比方说，构树。有人认为就是从台湾带出去的，因为我们又从构树的基因里面又发现到，然后所以构树的移动又跟那个语言的移动是重叠一起的，所以他就认为说那一个语言的移动跟植物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才有一个华里氏分界的一个植物分界说。他的这个华里氏分界意思是说，从东南亚一直到台湾这里，会经过一个华里氏生物分界带。他认为华里氏生物界以南的部分呢，是属于南岛民族的植物带、植物界，然后华里氏分布以北的呢，它就是属于这个大陆种的这种植物界。所以它很明确的就从这个语言的分布带里面又可以找到植物也是跟着分布，因为南岛民族都有带着植物种源移动的风俗那再来戴恩，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戴恩。戴恩他是从这一个 Saprin 的这一个学者他的理论里面当中，然后去验证他是提出理论，他去验证，他验证的结果说，在一个地区有高度歧义的地方就是扩散的中心，它指的扩散中心是语言的中心，但是什么造成语言会扩散？是人嘛，对，语言是从人的口中说出来的。那语言扩散是透过交通工具，那在过去是没有飞机嘛，对不对？那我们台湾四面环海，除非你有办法游泳，所以他就是认为舟船李仁轨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那个学者就认为是利用这个舟船一带，在比较属于稍微热带的地区开始发源，这样子。那这是说起源地的这样子的看法，就是经由这3个理论的分析，然后产生了这一个起源地学说这个起源地学说里面，我们按照时间来看这是有一个 Force， 他就是创立了麦克罗尼西亚学说，但是这个 Force 他的麦克罗尼西亚学说，他并没有直接的科学的证据，所以呢，就是只是一个就是说类似那种图书馆人类学者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但是他的就是他没有把他的这个验证的部分就是做得很明确，所以目前在学术界就是认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这样子的状况是越容易让我们现在的语言
从事语言工作者他去发掘啊，所以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做。然后再来就是林存生啦，林存生他就认为台湾的原住民族是在某个时间透过这个中国的沿海一带，就是百越民族，然后呢，他认为长江一带以南一带曾经不是绝对曾经在某个时间它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但是呢，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呢曾经透过这个外交部跟这个中国的这个高山族协会的其中的几个成员做对话，那么我们对话结果是从他们的就是语境里面就知道，就是说这些高山族的协会起先成立的时候是2076位，然后这2076位都是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是义勇番的后代，然后呢成为战俘，然后呢被劳改，然后劳改时间到要放回来的时候呢，是因为台湾戒严，所以他们只好就是在中国结婚生子。那所以从这个部分来看，中国跟台湾南岛民族之间除了政治上认为就是他认为台湾是他第56个少数民族，事实上他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就是说我们跟中国到底是存在的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只知道近代我们有跟中国人通婚，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中国里面当中，就是说除了龙山文化之间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考古遗留之外，那其他不管在考古、语言、文化上面都有相当显著的差异性所以我们目前这个林存生的学说，随着这个 Dan 他的这个学说是越来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支持，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支持，中央研究院支持，还有就是现在的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之类的一些属于政治学的方面会去支持他的理论。事实上在台湾的南岛民族还有台湾的学术的某些的派系里面当中是不支持的好，那我们再来看 Kon， 这个就是柯恩或者叫孔恩，他就认为说他的中南半岛的学说就认为说我们以前是居住在这个中南半岛一带，跟这个占婆族占婆族大概就分布在越南高棉这一带然后呢，因为我们台湾呢从考古学我们有，就是我上一次有放一张照片，就是有一个玉珏，然后上面有3颗星星，中间穿一个洞的那样子的东西，越南也有，台湾也有。似乎我们跟越南之间在早期祖先就有彼此有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据存在。然后甚至我回去还会提出一个照片，就是越南的原住民族，他的一个背景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又像台湾的排湾族、鲁凯族，又像台湾的阿美族，所以我们似乎这个之间它的文化类人关系也值得我们去研究。然后再来就是迁移说了再来就是这个学者叫Dian， 他说他的辛吉内亚说就那个什么就是戴恩然后他就说他的这个辛吉内亚说就是对于这一个移民迁徙的部分他有做了统计，他用语言人类学的比对，他也认为就是语言最分歧的地方就是这个古代的居留中心。然后再来就是葛瑞斯学说，就是 Grace 这一个人，他从考古、陶器跟语言来看这个史前时代的民族史前时代的民族是不是全部都是南岛民族？这个要看时间，看时间还看地区才知道然后呢，而且呢，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在太平洋纵谷部还没有水进来的时候是高山纵谷是属于高地的民族。那水进来之后才是现在的台湾岛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还就是说它有它的这一个地理分缩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部分你要特别注意，当你用到 Grace 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然后再来就是Shooter 跟 Mark， 就是他们就认为就是语言，他是抓语言考古学，他是跟戴恩之间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配合。他是接了戴恩之后呢，从语言人类学跟考古人类学里面再去研发一个新的分支。那这个总 total 它大概就是我们南岛民族起源地的学说。那这3个那个时间的点，我因为这是那个什么，我现在在我档案内，那我会把它补好之后再传给那个凯明啊。那现在你了解说我们的为什么南岛民族的学说在我国的目前的学术界里面那么受到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重视，最主要是他们读了这些东西啊。好，那接下来就说，那这些东西其实呢，就是在90年代哦，就是2000年以后呢，就开始引起了相当的风潮了。那最主要就是说，它比较在台湾南岛风潮就是比较热络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台东大学。台东大学它就是早年就是他参加太平洋会议，然后呢，那有几个教授就一直在推南岛说。然后呢，但是当时他在推行的过程中，政府不是很重视，然后他陆陆续续台东县政府又办了很多跟南岛民族的交流活动。随着前面的那些理论的分支越来越的蓬勃发展，那这个南岛的风潮就慢慢的开启。那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部分它是因为15世纪以来就已经受到国家治理的因素，就没有再进行远航了，所以相关的文化就是的流失，就形成了断裂面。所以也因为这个断裂面造成我们就是对未知的过去，然后充满了好奇，然后想急着去探索它的过去，所以才慢慢的就有一些人去参与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太平洋的南岛民族，就是在近年呢发起了航海文化的重建运动，就是在这2届的太平洋高峰会议的时候呢，然后甚至就是各个民族都开着自己的航具去那里。那上一届台湾是由台东派达悟族就划着拼板船划到了那个主办单好像是帛琉的关还是哪，就是划到那个关岛还是帛琉。然后到那边之后呢，我们看那影片就觉得很好玩了，就是人家的船都很大台，这是我们台湾的南岛民族去的，就是看起来就比较小台。事实上达悟族的船也怎么讲它是个船那个其实真正能够代表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应该是独木舟因为独木舟在这个舟船一类的发展它是更早于船在南岛地区的出现，基本上船是最近500年才出现在我们这个地区换句话说，我们在500年前用的那种交通工具，就是把一个木头挖个洞的那个独木舟这样子。然后呢，台东大学去参与了这些活动之后呢，也就慢慢的带动这个风潮。然后随着现在的网络、大数据、媒体，然后呢，就是说，就慢慢的就造成波利尼西亚语系麦克罗尼西亚语系的太平洋岛民，这个在远洋的这种交通，形成一个文化丛这个文化丛是它不是单面的它是多项交流的文化丛，然后因此在南岛民族之间呢，受到了高度的肯定。再来就是近年来呢，台湾各界，不管是学术界或者是那个在原住民的部分或者是台湾的地方或者是中央政府，那这方面呢，对这方面也开始产生了兴趣。那尤其像今年花莲县，因为2年前呢有一个南向的一个计划政府介入了，然后就搞了一些名堂之后呢，现在花莲县呢也开始进入南岛，然后呢走向南岛，所以这看得起来就是说，现在南岛民族的这个风潮呢，正在的蓬勃发展，正在的就是造成风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主题，有关于学术界对于萨拉塞的研究。
我们透过詹树先2009年在中央研究院他所引用的文献，包含1896年的伊能家具，然后1924年的波月重之，1930年的鹿野忠雄，1931年的马渊东一，1933年的石狂庄作，安倍明义、宜川子之长，1936年的中村孝志，1985年土田之，到1992年的李仁轨，他用这么多的学者的学说里面，再加上这些地方的口碑，他发现到整个台湾环东岸过去跟黑潮之间有过这一个萨那塞的传说带，因为他把他的共质性提出来，就是这些族群环东岸的族群都有一个原乡是萨那塞的说法啊，但是呢，萨那塞到底是现在的绿岛、兰屿，还是在菲律宾，还是就是说在有人说印尼的有一个叫萨那塞的这个位置，那么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他就认为说，环东岸的这些原住民族族群跟这一个地方是有原乡起源地的一个类源关系。所以我们基于刚刚我所提出的部分，就是说这些学术界对于萨那塞看法大概都集中在，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在北部、东北部、东部沿岸的原住民社会，泛指祖先来源的那个岛屿传说就是萨那塞，这是比较片面狭隘的，跟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原住民族的口碑上面来讲，其实我们传播的那种口述资料还比他做的研究还要更深厚。但是呢，他们因为长期在图书馆，不走入田野，所以他这个看法就会变得很狭隘。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所谓萨那塞，他认为具有延伸阿美族、噶玛兰族、巴塞、卑南、东排湾族、鲁凯族的大舞群，还有斯卡罗群。斯卡罗群里面包含马卡道平埔族、恒春阿美族、巴丹族、卑南族、南排湾族，这些族群他们彼此存在一种圈性传播你看它是用 cycle 对，它不是用 system 它是用 cycle，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他认为我们跟达悟族之间因为达悟族之间他也认为他的原乡就是萨那塞，事实上达悟族的原乡在哪里？在现在的巴丹岛所以说达悟族认为所以说到底巴丹岛是达悟族的萨那塞呢，还是原住民的萨那塞？这部分中央研究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看法所以他认为说这些族群在东岸具有相似性、连续性，还有相关性，所以他就认为说萨那塞是一个传说圈，但是他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就是说到底萨那塞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来，萨那塞呢，对于阿美族来讲，它是涵盖46个氏族的分布当中。换句话说，在阿美族所有的氏族的关系里面当中，都有萨那塞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跟看法。然后呢，再来就是在阿美族语言流动存在的类源关系当中，也跟萨那塞有关系。所以，因为语言有流动，刚刚提过了，语言流动跟那个族群的迁徙跟流动也有关系，还有其他的看法。大概学术界对于萨那塞的看法就是这样。那我们这样来看，这样子似乎学术界对于萨那塞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萨那塞是还有关于海上的经济网络，还有跨域的基因的这一个传播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碎石记忆存在。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兵力尚武的展现，这个部分都是相当有它的就是可观性、可理解性，所以也值得我们去了解它。好，那最后就是说，关于南岛议题，我们经过那些学者的这个文献阅读之后，
对于阿美族来讲，就是说我归纳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撒那赛哦，必须存在独木舟在岛屿之间流动的文化类型关系啊，比方说语言流动、物质文化流动，然后还有族群迁徙的一个口碑。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于阿美族来讲啊，这个他们流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个可以验证的，从我们的阿嬷的这个聘礼里面可以验证，就是以前有过礼物交换，而且我们就发现到不单是只有花莲、台东跟屏东，甚至连台北的那个考古遗址都有存在在撒那赛彼此之间流动的玉器、银器、玛瑙、烟斗、这个铜手镯、铜耳环之类的一个共质性的一个物件在流动，所以这些东西的流动是什么样的关系造成的？那又回到起先我们的看法，就是透过交通工具，所以那是500年前的交通工具不可能是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部分的验证就发现到，它最有可能性的交通工具就是独木舟。然后呢，还有各个部落之间，它彼此在过去因为要流动啊，然后呢要交流，那对立跟冲突就等于是彼此的闭锁，所以这样子呢就会造成这个部落跟部落之间是封闭的。因此呢，我们认为说，他们这个部落跟部落之间是存在紧密而复杂连贯的带状的文化热源关系，而且是互动的，是流动的，然后就是到位的时候它是互动，它不会是一个单方面的。也就是说，它这种社会的集体的跨域型的一种文化关系。然后呢，它就是撒那赛必须就是存在东海岸岛屿型的网络的经济结构，也就是近岸的经济结构。但是目前这个岸边的经济结构，除了零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海女，她做这个米兹 Q 采海菜，这个海岸的采集就在东海岸还看得到。那事实上，这个方面的文化已经就是完全的断裂。那我们再来看环东岸撒那赛的礼物交通脉络是什么？我们从我们的田野跟文献的发现我在这里就是简述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台湾环东岸的撒那赛的传说，迁徙最长远的氏族就是巴厘岛班扎，就是恒春阿美族，就巴厘岛班扎这样子。然后呢，有关于东海岸的里道的系统早期它就是脱离其藩地然后呢，并且迁移注射于东海岸，而且这时间非常长远，是分梯次、分阶段，所以它不是同时迁徙的。那有关文献记载，我们就发现到这是海鸥号事件、牡丹社事件，这是南番事件这所有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呢，是巴厘岛就是迁徙最规模最大的。但是我们又从泰巴朗、马泰安的这些这个系统所属发现，巴厘岛也存在这里面，甚至在泰巴朗发源的时间可能会有1200年，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地方可以得知，就是说，当时在东岸的这种传统的经济活动是发展的时间呢是非常久远，而且呢，这种恒春阿美的部分它是最为广布，迁徙的距离最远，它是整个台湾半岛东半岛的东边呢，几乎呢都囊括了。那因此巴厘岛对于环东岸撒那赛的这个结构它就是存在的很重要的关系。而且我们要从巴厘岛的分布点里面发现2个问题，就是等一下我要说它跟这个吉兰山跟那个巴吉达兰他们之间是隔离的对，那因此就说明了以前巴厘岛
跟这个太阳氏族，就是那个巴奇达兰跟那吉兰阿善这几个系统啊，他们就是组合在一起，就是整个萨拉塞的礼物交换圈，整个礼物交换带的整个分布点的南瓜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绿岛来的萨拉塞氏族，他进来之后，他到了利吉，然后呢，我们又在利吉里面当中又发现了巴厘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到某个阶段，萨拉塞跟巴厘岛之间有接触，而且是在台东的东海岸接触，然后呢，并且集中在台东以北至丰滨地区这样子，台东以北跟丰滨地区呢，它这个是那个萨拉塞系统，它到丰滨之后就没有再往北走，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就可以说明了，萨拉塞氏族在冠联最早期那个礼物交换带的台东的核心地区，因此就可以更进一步的体现这个萨拉塞的结构在台东段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巴厘岛的系统，它在萨拉塞分布当中是属于整体哦，就是从屏东到花莲之间的核心地区，所以那就又可以更体现那个巴厘岛跟这个几个氏族整合的一个交通网络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在过去他们彼此存在的一个交流，对。然后再来，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整个萨拉塞的它的结构，我们就必须了解说，到底阿美族是个存在什么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不要说我们是有一种地域之见，然后呢，我们不要分什么北部阿美、中部阿美、什么南势阿美这些，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政府所建构的。我今天就故意跳脱这个语言分类的这个部分了，我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氏族结构。那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的第一个氏族就是太阳氏族嘛，巴奇达兰呢，它的核心地区就是现在的猫公部落，因为我们在猫公部落发现了4个独木舟的航道，然后呢，在它就是那个吉兰阿善的那个山上有发现了一个独木舟的灯火塔，还有现在的猫公溪出海口下面7米到8米的位置，就是它的旧社的遗址，所以就可以证明说，巴奇达兰以前是在整个萨拉塞分布的是最中央的地带，然后还有一个吉维利安，就是现在的水莲，那现在水莲住的不是阿美族，他是萨奇莱雅族，他是从台南端过来的萨奇莱雅族，然后再来。这里面当中我就跳跃过去，那这里面第5个它是 Kiwit， 它就是奇美嘛，好，它是奇美，它这是指的现在的大港口，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法塞就是萨拉塞系统，然后它就是跟绿岛，它是从绿岛迁过来的这样，然后再跟整个环东岸之间做接触，这还有一个吉兰善氏族，就是它跟巴基达兰跟那个恒春阿美之间呢，它就是有极端的差异性。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黎族。那现在它是阿美族，可是在台北有一个叫黎族社，它是巴塞。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它刚好又在新城北埔这一带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越来越发现。那个咖喱阿万的部分，其实不只是包含这一个从宜兰来加里碗的那个噶玛兰族，事实上它包含了那个巴塞跟火后。那巴塞里面当中有一个系统就是黎族，就黎族。然后呢，现在它就是来到东岸之后呢，其实呢就从台北下来就又变成阿美族。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历史是建构的。那这个因为政府的介入所以会造成有一些混淆。那其实这个40几个氏族里面当中，有一些它并不是阿美族，但是呢，它因为是国家主义的认定，他就把你就当成一个阿美族这样子，就其实比较简单，就是这样讲。那这边有个37，就是我看一个value。好，那这45跟46它已经灭族了哈，它就是毫无残根，它是整个族群就已经没有，因此就是
就是整个阿美族的氏族现在剩下44个氏族，好，44个氏族，然后其实这些氏族也不过是一个标记而已，对啊，因为你现在做了分类之后，比方说法赛跟那个萨拿赛之间，然后他们之间有通婚怎么办？所以现在就变成有人说法赛就是萨拿赛，有人说萨拿赛就是法赛，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整个萨拿赛的分布啊，然后呢，在阿美族的部分是由这46个氏族共构，但是其中有2个氏族呢，它是消灭掉，然后呢，会有萨拿赛的这一个礼物交换带的这个文化产生，是由这44个氏族，就是说它遵循了一个规范性，还有它的延续性所遗留下来一个非物质文化。那这个非物质文化的钥匙就是在这条独木舟上面。好，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讲故事哈。首先呢，我们刚讲到说，巴厘岛啊，它这一个氏族哈，它分布的很广。那我们先从花莲端的部分说起。那在1901年辛丑之柱哈，它是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它是从这一个丙午生这个作者，然后在台中新闻的部分啊。就是明治34年啊，明治34年的1月9号，就明治34年就是1901年的1月9号、11号跟17号这3天，他发表了这一个里流社的一个地方志啊，然后呢，他就认为说，他的发表，然后呢，受到了辛丑之柱的重视，然后他因此也在同一年1901年，在日本呢，就是东京人类学刊呐。以前叫做人类学杂志，现在叫东京人类学刊。然后第180号啊，180这一篇提出来，就是说，以前啊，这个里流社它是在这一个所谓在花莲市的这一个西北方哈，大概6到7个区的位置，6到7厅的意思就是区的意思，6到7个区，也就是说。吉安乡，这一个就区里的意思啊，哈，大概就这样子的距離，也就是说，它是从沿岸往内推6、7区的位置，然后在这6、7区啊，就是正好是奇莱平原的一个海岸，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它慢慢的向岸慢慢的退掉，然后呢，所形成的冲积扇。然后呢，也就是说，在花莲市的边陲地带，在临海的西北方的位置。然后呢，他说这边呢住了600多个僧番，然后这僧番呢是里面当中哈，这一个就是有7个社里面当中有一个满满社跟里流社啊，那这些里流社这些族群呢，他们呢是的口碑啊，就是说他是经过有一次的这个捕鱼。然后呢，发生了海难，然后所以呢，他乘坐的独木舟来到了现在的吉安乡东昌村，箭头了，好，吉安乡东昌村，然后呢，他说只要任何的船只到花莲港，当时的花莲港哦，它就是一片的沙滩呐，然后呢，他说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显目的一个地标啊，它这充满水柳刺桐树，然后呢，它水柳刺桐是呈一个 L 型的状态，然后呢，它是一个环境干净而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有一个厅室哦，然后里面放了3条独木舟，嘿，然后呢，然后这条独木舟呢，它就是把一个木头呢，把它挖一个洞，然后呢，大概呢有4、5尺的长，然后3尺的宽，然后呢。这些独木舟呢，就是有一个60岁的一个耆老啊做解说啊做解说，然后呢，目前这些独木舟它都是已经腐朽了，然后呢，最早呢，他说他是因为海难漂流到美仑山啊，我现在在翻译第208页，然后他漂流到美仑山，然后就是在这个
衣食无缺的既然交迫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就是辗转的来到了现在的李刘社，然后呢，才繁衍他的子孙这样子。然后这个李刘社的独木舟文化有一点类似达悟族的这一个航海的文化，而且李刘社呢，它这是每8年会办理一次的独木舟季哦。然后呢，就是在明治30年哈，就是1898年以前的8月8号那一天哦，就是那个他们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办了一个就类似很像就是这里面他讲的是说做一个行动表演啊，这个我们不要逐字翻译好，他说这个活动里面当中啊，就简单来讲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头目带着4个随从，然后呢这个随从非常的威武，但是呢他们走啊走啊就突然就趴在地上去听那个地上的脉动，然后呢接着呢就开始就是表演一些内部冲突的一些动作，然后呢在独木舟上面呢放着很多的零头果，然后那零头果是代表这个人头，嘿啊，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在表演的时候这4个人就表现得很害怕，然后呢就似乎要告知一个预知的状况即将发生，然后呢然后接着呢就会有一大堆的那个祭仪，然后还有另外我们现在讲的巴利木啦，就是有一点求偶祭，就是求偶祭。他说就是他们的年龄阶层里面就是说利用周记，然后其实那个实质就是办了一个求偶祭，然后呢有可能是指腹为婚，也或者是就是目赏青睐，然后呢也不知道是表演呢也还是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文化结构。所以说从这独木舟记里面当中可以看得到求偶记，然后从这独木舟记里面除了看得到求偶记之外呢，还可以看得到一些巫术，然后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就是说透过独木舟的记忆，就是有一点类似那一个林默娘祭拜的这样子的一个风俗，因为他们的那个独木舟记啊是单一神奇信仰，跟一般的海岸阿美所存在多神重级信仰当中，它是有这个差异性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说，然后在做独木舟记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些槟榔、水酒，还有独论，还有一些那个肉啊，肉里面还用牛肉，还有猪肉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就提供就大家就是就做记忆这样子。然后呢，这部分在说很多，反正就是他讲到就是说奇来平原的李刘社，然后就是他们有做这个舟记，然后是阿美族萨拉塞的这一个独木舟文化最早被记录的文献就是这一篇由深丑之助在1901年在东京人类学杂志180号所刊出来的这样子的部分。那这个文呢，我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利用空档时间呢去翻译。好，再来，我刚讲的那些的重点是在哪里？讲的重点就是说，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萨拉塞、吉拉善、巴吉达兰、法利佑跟拿法拿万等氏族同样具有漂流的传说。那这些氏族就涵盖整个萨拉塞了。但是呢，就是巴吉达兰巴厘岛班扎这个氏族这个族群呢，它伤害的地点呢，它是在花莲溪的珠海口。那在那个当时深走之助，除了从报道里面当中，他的调研里面中发现，就是漂流山是8男2女，是由现在的花莲溪进入现在的东昌建设，然后到了东昌之后呢，他的在那些水柳刺桐树的这一个 L 型的这个靠海的水域里面还有8个小社，那这8个小社的那种就有点像斥候社。就是说预警的社，它是非常小的社啊，但是呢，它是属于巴厘岛系统的。当时离岛呢跟一部分的满社，就是旁边的主权里
的这一个的社民呢，它是混居，所以现在的那个主权里的那纸满满的这个社，其实是那个巴厘岛跟那个萨基拉雅的后代这样子，而且那个巴厘岛跟满满这两个社呢，被那个日本人编入到那个州经。所谓州经，这个经呢，它是双人去掉改成水字，它变成它是就是独木舟的法律，但是呢，因为它是靠海，靠水边，所以它把治人变成治水啊。那这个部分这个制度其实呢是延续清代的保甲制，它所编制在的那种海防所的意思。那换句话说，其实日本时代延续了清代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的阿美族或者是其他的族群的独木舟有过相当的禁制，而且是利用军事跟法律的介入然后再来，那么这个由于巴厘岛的迁入，所以呢，这个地区的族群曾经发展过海岸贸易的活动，然后并且分别在花莲溪、七角川溪、豆兰社，还有港尾鼻。港尾鼻就是现在的花莲港。花莲港呢，早期呢，它在建港之初呢，所有的原住民就是在现在的大本、大乌本这个地区，它是一个跟海接的一个像类似鼻子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河沟它是广源性的河沟。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以前呢是操作巴仔语，巴塞语，然后呢。这个部分呢，都有过相当的那个交换的文献记录，所以我们从这个图里面就可以发现到，当时这一个巴厘岛到花莲的时候呢，他是先到崇德，然后打回来之后，才进入到花莲溪，然后呢，他进入到花莲溪进来以后，他种植的这是人工，他讲的是人工。水柳刺桐，它指的是人工林它种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人工林，然后呢，其实东山要再过来一点，慢慢再过来一点，似乎透过当时的地理位置来去保护它的部落核心领域。那在这社外的部分，你看在这刺桐林外，它还有小社，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这一个战略地位考量的一个社的结构存在。那我们在往南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到水莲，刚刚花莲到水莲，它是东昌就是巴厘岛系统，然后到水莲一直到长滨之间，也就是在萨那塞的核心地区，它的分布就看不到巴厘岛了，它就是整个都是属于这巴基达兰的势力范围，那它分布在核心，然后这个核心地带，它似乎跟北端的巴厘岛跟南端的这一个巴厘岛之间呢有一个连结关系所以我把这两个地方是空下来的，然后呢，我用说明就是说，在萨那塞的传说圈中，这个巴基达兰是分布在最中央。分布最广的是巴厘岛，然后呢，它有许多传说都跟航海有关，然后呢，也是在萨那塞传说圈里面当中，就是传说最多的氏族。那另外呢，它还有明确的就是有换陶，还有捕鲸跟美人鱼的记录，然后比较就是新的研究里面当中，我们就发现到说，他们在发生瘟疫的时候，会把人赶到独木舟，在海上连结变成一个社，然后呢，原社呢，他会放火焚村，然后就是以此隔离这样子，然后他就是现在目前就是祭祀前或是早晚，他都有用酒漱口的风俗这样子，然后所以在巴基达兰呢，它就是它原来的发源地，就是在现在的猫公溪出海口的泻湖下面。然后呢，这个族群它有羽翼状的独木舟文化遗留，然后也有独木舟航骨的遗留，有4具在猫公溪出海口大概岸边20公尺，那个水深9公尺的地方，有4个那个
独木舟航谷的那个火山岩所堆叠的航道。再来，这个氏族里面当中有经常性、持续性的那种海岸经济交流的口述。好，那这个氏族曾经跟法利右、纳帕拉万、跟吉兰善、跟萨纳塞氏族有过合作，就是制陶的文化。然后呢，他从这一个巴基达兰的考古遗留里面有发现，这一个跟整个东海岸的考古遗留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就是接着是往东边走之后，这马鲁阿隆我们就不讲，它是东河。它东河道成功的部分是没有巴厘岛跟这个巴基达兰，也没有吉兰阿善氏族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据产生。对，那所以这个图应该在前面啊。这个图就告诉我们说，在清代的时候，在车臣、牡丹跟满洲的部分，这些都是阿美族待的位置，但是然而就是从那个时间，因为战争不断，所以就迁徙就不断。然后这个地区也慢慢成为汉人、排湾族跟这一个客家群所待的地区。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恒春的地方来看，其实恒春阿美族它原本的系统是2个系统。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满洲系统，它是原来主源是台南过来的，然后呢，它到了满洲之后，又沿着港仔、八窑、九棚到旭海来移动，所以，然后呢，我们又发现到这些沿着这第一个系统到了花莲之后，变成萨基拉雅，这是萨基拉雅，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叫里龙系统，然后呢，这个系统其实在分布在现在的池上、关山、鹿野、卑南这样子啊，事实上就是这个是整个恒春阿美族，其实呢有9个社，还有9个大社，还有其他的小社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分布的系统所属还可以再分类，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有第一个系统，它是先从台南到满洲，然后到了满洲一直到现在台东的马兰，然后呢，这包含港仔、八窑、九棚、旭海，这都是祖先从台南来的，然后他到了台东变成马兰阿美，到了花莲变成萨基拉雅，就变成有这个很有趣的现象。就跟毛利族，他本来是阿美族，他现在变成毛利人的意思的，是有点就是类似的情况。然后第2个部分呢，就是在现在的竹坑的上面那座山叫里龙山。里龙山呢，它涵盖了海口、保利、万里桐，跟一直往港口西出海口的这个就是跟巴厘岛在海岸线分布的这个部分有关。这有关。龙刚老师，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下。对，到8点10分开始。好，好，谢谢你。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留言。好，那我们先休息，我先看一下有人留言，我赶快做功课。阿里萨干。李教授，我可以说话吗？老师，我可以说话吗？可以啊，但是那个有听不到我的声音哦。信息有录音哦。因为老师刚刚传到那个，你说从台南移民到东部的这些人是有基因根据吗？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从里来旺，还有旭海、满洲他们那边的口述的一个文献，还有当地人的口碑里面当中得到证实。然后其实验血也可以验得出来啊。那现在因为就是有人做了这方面研究，像台南市县政府就是在那个安平鹿耳门那边有成立了一个巴厘岛语言中心啊。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研究，所以他们就认为就是说巴厘岛的这个语言的跟他们是有关系这样子。是不是穿凿附会我们就不了解。再问一次，那再问一下，像那个萨基拉雅，其实他们讲的话是跟我们阿美族的语言一样啊。因为他跟阿美族之间有过通婚啊，长期通婚啊。对，那他们
哦，已经被融化了。对，那所以它就有介质现象了。对，但是你就比方说，你的爸爸是美国人，你的妈妈是英国人，所以你生出的孩子，如果你到美国人的话，美国人就会听得不习惯，因为他是美英混血语。然后你到英国的话，英国人也听不习惯，因为他是英美混血语，就变成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就这种情形就出现在那个萨基拉雅在阿美族的部分，我们就发现到说，他有些话跟我们之间是不一样的。那因此在最近他们才从台湾的阿美的6大语系里面分出去，这样子，真正独立一个萨基拉雅语系。对啊，他明明他已经是被融化阿美族，为什么还要独立出去变成萨吉拉亚呢？哦，他萨基拉雅还上次我有讲萨吉过，拉亚吗？他原本到了奇莱平原叫沙西拉雅，那是因为第2人称跟第3人称的关系，所以才变成基拉雅这样子啊。所以沙西拉雅意思就是说，他原来的祖先他是西拉雅族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从去海、九鹏、巴瑶，还有这满洲的阿美，还甚至连杨传广跟李来旺都证明了，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台南过来的，就很像是我跟大家做一个很好玩的分享哈，就是说，就是因为现在是先下课时间，我们等一下再谈论，因为这个问题很好玩的。好，好，谢谢。
好，各位同学，马上都过大都结案。哎，misal tapang kita meeting to suani龙康，龙康老师开始吧。好，那刚刚就提到说，那个语言之间的流动嘛，就会造成就是说，那个就是可以反映出你的起源地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就很像太鲁阁族，就是在官方的记录里面一直说他是从南投的白石山迁移到现在的花莲嘛，或者是在仁爱乡嘛。事实上太鲁阁族自己的族人他去研究，又发现到说，其实他们的祖先现在在台南县的东山乡，然后相继的又有一些族人就发现赛德克族原本在台中市旱溪的南岸，跟这个雾峰乡的那个北港县南港溪的那个林县，后来走入到梅园溪、梅溪南投的那个梅溪，成为那个梅园部落。事实上现在有一些新的证据，慢慢的被我们的族人去验证，是跟政府所做的文献记录其实是有相当的差异性。那玉林，你对于我这样子的回答，因为你的问题其实还要找很多的资料，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大概这样子，因为后面还有后面的课程，还是我们留到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好，那你可能要再提醒我一下，我才会再就我所知道的部分回答你。那刚刚有一个红爱你的问题就是说，达利萨干这个氏族它的起源地是哪？达利萨干氏族的起源地就跟所有的阿美族一样，那我们就讲一个海上吉普说，就海上这个吉普赛人说这样子，是来就是做一个隐喻。那其实根据我就是文献的体现，就是宜川子之长跟这一个马渊东一他在高沙族系统所属里面当中就有记载这个氏族。这个氏族他原本跟着巴里绕是一起移动的，然后呢，他原本呢，他就是先去往达基里这个部分，就跟东昌的口述历史是一致的。后来呢，也是一样的结果，也是被文面藩我们知道文面藩到了这个利乌溪，事实上他待的时间只有400年了，所以就因为他们这个口碑里面，就是被人类学者抓到，就是说他就是说往达基里移动的时间其实大概400年左右，所以因此就被论断，被马渊他认为就是说是一个晚期移民嘛。然后呢，他因为被文面藩所驱赶，所以他有一部分的人到现在的东昌，因为原本东昌就是跟他们是在一起，然后后来呢，他一部分又到都兰，换句话说，都兰也有这个巴里绕的那个移民存在。都兰也有巴里绕的那个移民存在，然后呢，后来呢，因为那个土地的问题，所以他又回到现在的恒春，反而这个达利萨干其实是现在的恒春阿美族，这样子变成的其中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根据文献所能体现所知道的一个现象。那我在这个地方回应这个红爱，就是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回到课堂上面还有没有谁有问题？我先统一解决，因为我不会同时使用这一个讯息跟这一个那个 PPT。是我要讲题外话一下。好，请说。因为我在10年以前有一个老师他就会说，他说他在查在寻找，他说有500人的犹太人进入到台湾，到原住民的地方被混血，他指到的是阿美族或者是萨吉拉亚这样讲，有吗？这是会有啊，就像我们太巴朗也有绑架那个刘铭传的节度使然后那几个家庭就是本来要把他弄死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穿着长袍，然后呢，他也允诺说会照顾就是太巴朗，那因此我们头目就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找小姐叫给他，让他留下后代。他们对他的处罚就让他留下后代，结果这些家族后来就是在太巴朗发展的很好因为有官为夫嘛，
这样子啊，所以汉人的血统其实进入到原住民的血统，那个其实是不足为奇的啦。嘿，对，那现在尤其是巴厘岛，你可以发现更频率更高，因为很多采公骂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说的是犹太人500个犹太人进入到台湾，就进入到原住民里面被混血。问题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以前有航海，然后我们甚至有八仔族到中国当佣兵的那个记录。但是他会回到后山，基本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应该是跟西部的平埔族，或者是他到东岸的部分，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对，好，这个就是说，在东岸的部分，基本上在那个17世纪，那个因为我们跟外面的人所接触有冲突，大概是从16世纪后面到现在，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所知道的话，就是跟那个外族之间接触就是早期是不可能的啦，那到晚期到现在才有可能这样子。对，因为早期还是在战乱嘛，你要接受到一个不同民族的人，除非就是有那种有规范性的这个条约或者是协定，这样子才有可能。好，那这样玉林，你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哈。那因为我不是人口研究，对，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太巴朗的有8个家族，他们是那个刘铭传节度使的后代啊，这个是有，嘿，因为他本来要处死他，后来呢，我们反而就是跟他通婚，结果造就了他们就是显赫的这个后面几代都过得很显赫这样子，因为他们有衣服，有银两这些东西，因为刚好刘铭传来到台湾是货币带入了啊，所以这造就了这个家族现在都很显赫这样子，这是有的啦。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回到课程主题啊，现在主题就是开始慢慢去把这一个礼物交换带的部分就慢慢的就是厘清。那我们刚刚讲到台南的有2个地方哈，一个就是安平，一个是鹿耳门。这个地方以前就叫做咖喱金，咖喱金呢，它就是那个闽南语的卡金，就是赶快跑的意思啊。然后呢，他们因为这样子哈，他们到了满洲，先到了满洲，然后再分布到港仔、八窑、九棚跟旭海整个沿岸一带。他跑的路线就是现在的海岸这样子，他不是走路线，所以他到了满洲之后就变成满洲的，就是满洲人。但是呢，他是为什么变成满洲的阿美族，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变成现在的斯卡罗族哦。然后呢，他们这些社就是因为那一个潘，我想看那个潘什么，就是这不重要，那地方史反正这个满洲的第一个系统，他们是从台南过来的。然后呢，他们这个系统很好玩，他们到原本也走到马兰。但是马兰呢，就是马兰阿美啊，然后呢，到了花莲呢，他们就不叫马兰阿美了，到了花莲他们是沙西拉雅，那沙西拉雅是经过第2人称跟第3人称的转译，然后呢，可能发音的人叫萨基拉雅，所以呢，他们就变萨奇拉雅族啊，他是这样来的，然后呢，所以说他这个语言的传播就是很有趣这样子。然后呢，这一个部分就是说，他们萨基拉雅的部分就是有一致性的一个就说明，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并不是在花东地区，然后呢，他们就讲到说，他们祖先就是要么就是从马兰，要么就从满洲，要么就从台南过来，甚至从李来王那时候直接就告诉你那是台南过来的这样子。然后他之所以就脱离阿美族，他原本是6个语系里面其中一个，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就证明运动，所以他就脱离了阿美族。但是现在的萨基拉雅的语言呢，它是存在了一部分的西拉雅族跟一部分的阿美族的一个就是共用语这样子。那部分就是要找西拉雅族的学者来说明。那阿美族的学者就可以从他的说辞里面当中再检核出阿美的部分，
这样子，因为那个发音可以比对地区型。好，然后第二个系统就比较好玩的部分了，就是里龙。那所谓里龙呢，是在现在的那个丰港的一个那个竹坑山、竹坑社现在住的都是排湾族、狮子乡，但是原本他住的人是里龙，他就是迁移到一空，好像最后面就是几十年前还有1、2户，然后慢慢的沿着海岸线了，你看啊，他从这个车城的这个海口，然后保利到万里桐，一直往这一个往旭海、九鹏、八窑那个地方做连接，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发现到，他们其实巴厘岛是有2个系统，而且更好玩的是里龙系统，它不是萨基拉雅，然后呢，它到台东，它走台9线，它就是变成现在就是卑南、池上、关山、鹿野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它的原乡居地就是里龙山，这样子，好，这个大致就给你讲一下，然后再来那一个。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满洲系统，其实它包含现在的里德、色马里、猫仔跟龙峦4个部落，这4个部落都是以前的阿美族。然后呢，那有一部分混居的西拉雅族的马卡道族，他是住在现在的永靖。然后呢，之后呢，跟着这个系统，就是满洲系统一起往这一个台东花莲移居，然后再来。另外，在恒春半岛部分，它主要就是沿着港口溪所分布的据点哦，那个就是有这个八姑、这个大社、万里德，就是里德，现在的这一个丰滨乡的立德就是从这里来的，还有志平里的大家东，然后八窑跟罗佛。那现在罗佛也都是南排湾族在住这样子，他们这个系统就是跟以现在的那个港口溪流的下游的那个港口部落的这个周边，它是形成了一个当时最显著的当时的分布点哦。然后呢，在我们现在花莲看完了，恒春看完了之后，你就知道，就是说这是现在的状况嘛。好，那我们刚讲到了这一个恒春阿美族在当时的分布点，它是涵盖整个南台湾，所谓就鹅銮鼻的这一个路线。然后呢，它有3个部分的区隔结构。第一个在车城的已经知道就在车城，它就是在丰港溪、海口溪、保利溪跟万里桐溪，还有一部分的四重溪，它所组成的一个海岸结构。所以你看这个里龙系统，它走海线的部分。他当时住的地方就是靠海，然后他一定都有舟船一类的文化。然后在满洲的部分，因为这满洲的部分就比较复杂，它跟这个杨传广的故乡啊老佛社、八窑跟9块厝、万里德这个部分，还有港口的部分呢，他们就是一个系统。然后再来还有牡丹的部分，它是从就是港仔、八窑、九鹏跟旭海。这个又是，但这个部分它的祖先是台南来的哦，那个有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再来就是说，那我们来看里龙系统，他们就是在台东的，他们就是说，那个屏东的部分我说完了以后，我们再看到往台东它怎么走的，它有一个系统，它走台东、卑南、鹿野、关山，这个就是我讲的里龙山的恒春阿美族的第2个系统，然后呢。这个部分的第2个系统呢，就是那个满洲系统，满洲系统，它就到了台东市，它走台9线，它经过台东市，它到太和立吉，就比较靠海的部分，然后到台东的那个美园，跟一部分的太原，一部分都立成功，还有这一个都兰然后再走到这一个那个。长滨的部分就是在宁浦跟竹湖有大量的这一个巴厘岛的部分的这个就是移居的移民，然后呢这个中永叫做嘎扎湾了，嘎扎湾的地方这个就是从屏东过来的。那嘎扎的部分呢，嘎扎湾就是说嘎扎就是现在的万峦的嘉左村，所以它就是马卡道族的跟这一个巴厘岛的就是混在一起迁过来，他们自己本身也是这么讲。因为
因为在那个是战乱时代，然后呢，他们就是族群的一小部分，然后呢，他就是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往这个就后山的部分在移民，好，然后最后他走到丰滨的海岸的部分，到了立德就是一个起止点啊，到了立德丰滨的立德就是一个起止点，这个部分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再往北走了，啊，这个海岸就说明了说这个部分当时是这一个巴基达兰的那个势力范围了，然后呢，这个部分氏族跟氏族之间一定有相当的协定。所以呢，他们怎么走？等一下到了花莲的部分，我会再做说明。那从这个部分到它的起止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他似乎为了回避某些事情啊，那我们所能够查得到，就是巴基达兰的这个位置跟他不能就是没有重叠这样子啊。然后对，然后他们到了花莲的显著的分布点了，就是说我们在花莲田野调查，我们发现那个巴厘岛的部分，那就是刚刚的第一系统里面，他先到富里，然后呢到大庄就是长良。那你也可以发现到长良跟它本身跟它周边其实是巴厘岛跟马嘎岛哦，他们之间的这一个的混合体，只不过是长良的部分它有阿美族的身份，但是其他的部分它是平埔族四色班的身份这样子，然后就接着就是大屿、春日、乐和、丰平、丰里到米站到寿丰去，然后最后到东昌到满满，然后最后呢就是往海边走，就是往美仑溪了，到永兴、顺安到新城。然后它第二个系统就是走海岸线的，它就到了立德，又走到港口，到了猫公的部分呢，它走丁子肉到瑞良。然后呢，那最后就是往花莲溪到新城溪去移动。那这个为什么讲港口、猫公、丁子肉、瑞良？其实他们是在嘉庆11年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就是集团的就是移驻，然后呢就是往这四个部分移动，所以他们的祖先都说明了，那么以前是透过独木舟到了秀姑峦溪，经过猴子山，然后呢就是去跟那个奇美的首领之间有过就是有会议，然后呢最后呢在那个瑞良就是水尾秀姑峦溪的那个终点站，在那个地方呢注射，然后现在瑞良呢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也是一部分的恒春阿美的那一个他的组员呐，然后呢这些走海岸线的呢，就是他到了猫公之后，他是继续走花莲县跟新城溪啊。那我在这个地方要再表述一件事情，就是说，来我们看住的位置，你看马太安也有恒春阿美族的存在哦，那黄的、连的这些都是恒春阿美，也不是都是恒春阿美，有部分是恒春阿美，因为马太安溪的结社哈，尤其是香草部落他们来的时候呢，他是住在现在的党阿汉，就是大关，然后呢是因为南清水溪跟马太安溪泛滥的时候，他们再从大关迁下来，然后呢变成水番哦，就是从湿地文化的一个族群。然后太巴塱东富村里面当中也有一个这个里劳系统，他们就有一句话就是旭日是从南升起的啊，说明了他曾经就是可能就是被原来的这个东富村的这个部分，它可能是通婚的关系，因为能够在东富村注射的外来人口，基本上在古时候是不可能的，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通婚啊。那这个部分也有一批是巴厘岛的人啊，那所以我们这样看，巴厘岛在花莲似乎跟现在的文献里面当中，它存在的那个迁徙的密度还要更广哦。就是不是现在的官方的一些和学术的部分看，这些都是那个巴厘岛的后代啊。好，那我们看完这个花莲的部分，我们来看，来这个呢，就是说简明杰在台湾文献第63期里面部分，就他所个人的研究，他研究的非常好。他就说巴厘岛的系统，你看他是走三边的，他从
屏东这个部分发源，那走台东啊，它沿着海岸就是所谓的那个叫阿朗伊啊港口、长乐、九鹏、旭海，然后走到台东的太和啊，然后呢一部分到白牙拜，就台九线和平，然后六安、福文、大埔，然后到花莲的长良，那一部分又走现在的这个卑南，这池上立即那个电光、振兴、复兴、大坡，然后一直到长良，哎，然后这一直都沿着这三边走，但是这个作者他又提出了说，当时是坐船漂流、坐船迁徙，但是他的这个海岸线的迁徙的部分没有做出来，所以我帮他们帮这个简明杰补足了他在海岸线分布我们所考察就是有显著的分布的现象的巴厘岛的村落的点，然后呢，这个部分他又缺少了这一个从满洲过来，他走海线的系统的说明，他没有说。那另外他没有说明说从里龙山过来走海线的这个部分，他都是只字未提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条红线就补足了巴厘岛它在东海岸分布的这一个实况啊。事实上，简明杰在台湾文献所出的这一个部分，他只标注了一半的这个分布点啊，但是他所遗漏的就是海岸线的分布点，就是我们所指的撒那塞礼物交换带。那从这个点，你看它这个从这里屏东一直到这个花莲去了啊，到花莲去了这个段，它的分布是多么长远，大概超过300公里啊的海岸线都有存在巴厘岛的存在。那所以巴厘岛在撒那塞礼物交换点，它的海岸的分布点将会是未来做撒那塞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发源据点，这样子。然后只不过是有些港湾它是有在做交换，有被记录，但有些港湾它是没有做交换，没有做记录。那我就特别喜欢找那些没有交换、没有做记录的族群，那个研究起来才会好玩，才可以更凸显出这一个撒那塞的族群研究的那个原真性。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到我做研究，我很不喜欢就是看官方的说法，因为你与其看官方说法，你还不如学那个太鲁阁族，他干脆自己去寻根。对啊，那你要看看现在目前赛德克族、太鲁阁族去寻根之后，甚至周族他们都认为说他们不是在那个中央山脉的塔山啊，他认为说他们是在台南的一个平原逐鹿而到的这一个阿里山，所以说明了这原本原住民本来是在西方，然后呢，可能透过了某些因素，那有可能是战争，因为赶紧这句话就是赶快逃的意思嘛，这说明了战争导致了我们跟原乡之间失去了那种联系，所以我们在迁移的过程又受到国家治理的因素影响，所以导致于我们现在后代只针对政府的文献，就是文字来看自己，那基本上那这样子是一种缺乏原真性的表现。那最后呢，我们呢就是要将这个部分呢，我再做一个整合的说明。第一，刚刚我所提的这个点状的带状的分布，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其实就是台湾环东岸撒那塞礼物交换带。因为我所提的部分都跟达悟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找不到相关的脉络，只知道卑南族的小米是曾经坐独木舟过去，娶了他的一个小姐，过来之后，小姐带的那个嫁妆里面有那个蓝羽型的小米种，所以只有这方面的一个交流点，但是看不出来说我们是一种文化传播惯性的、规范的、礼仪的、军事的交换的这样子的本质还看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就将撒那塞的这个礼物交换圈的部分，把它就是做定义为礼物交换带。好，那在这个礼物交换带里面当中，恒春阿美族所分布的在海岸线的部分是涵盖所有的范围。好。然后是
可以说恒春阿美族待的部分一定都有跟当地或者是非当地的人跟族群有过接触，那所以说那个可能就可以研究出恒春阿美族所待的地方其实就是跟撒那塞礼物交换带是重叠的，这个在学术上可以这样子来说明。然后第二点，恒春阿美族进入到台东县发展出台9线跟台11线2个系统，所以这2个系统我们却发现他们发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发源于满洲，那满洲的主源是来自于台南，那一个部分就是恒春原来的阿美9社之一的里龙系统，里龙系统就是这里龙山，它原来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的竹坑然后呢，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发现到，原来恒春阿美族它是两个系统，它不是一个系统然后呢，它2个系统，它走山线跟海线，就是有交叉也有共构，这样子分不同的时间然后呢来做移动，然后最后它就是跟那个礼物交换带之间是一个就是重叠的状况，这个部分是一个就是一个相当那一个就是有价值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很希望提供这个资料，让恒春系统的语言老师或者是文化学者、地方学者给他作为参考将来呢，他就可以呢，就是从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做调研那目前为止，我就是提供初步的看法。然后第3点，恒春系统的阿美族到了花莲县又发展出长梁跟东昌。那长梁本身是台9线，然后东昌呢是台11线，所以呢，就是说它另外一方面从海岸走过来的部分，它除了超越东昌的范围之后，它一直往新城方向去移动，而且呈现了那个显著的零星分布。那而且你就发现呢，它分布的位置很好玩就是正好靠近海岸线，而不是靠入这一个就是比较靠山边这一边它都是靠近海岸的位置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更加增加了，就是说它跟那撒那塞的那种移动是有关系的那吻合性。那我们再把1、2、3这样子来看起来就说明巴厘岛这个系统它就分布在整个东岸。虽然呢，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恒春阿美族跟撒那塞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条分布的路线却跟环东和撒那塞礼物交换的路线是一致，这个部分是毋庸置疑的。那是将来这个巴厘岛的分布路线能不能代表撒那塞礼物交换带，这个部分还需要这个语言学的或者文化学的这些后进，他们呢再去就是再更深入的去了解。那基本上开发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巴厘岛的这一个连结是做出来了，然后呢，只要就是后面的人就是把它连结跟点跟点之间的部分去做一个验证，就会发现到他人过去在从事什么样的物质文化。所以这是就是对于后面的学者是有一个先导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然后第5点，恒春阿美族在东岸的这一个分布跟所谓的撒那塞的氏族撒那塞氏族跟吉兰塞氏族是区隔的，因为我们发现到它不是整个带状的分裂，它是到了某个地方它突然停下来，它就是没有那些分布点就算有也不显著。那我们又发现那些分布点不是巴吉达兰的，就是吉兰阿善或者是撒那塞这样子，所以这说明了这个巴吉达兰的分布跟迁徙它是可以制成一个独立的体系，甚至可以代表整个撒那塞的这个礼物交换带那因此这是这一个初步的调查所引用的资料，因为缺乏跟南语之间的交流的关系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就并不能用像中央研究院直白的就认为说
我们是圈性的广布来做定论因为它的这个结构呢，它是用狭隘的带状的结构来做论述。那这样子的一个狭隘的带状的结构来做论述，它对我们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启发呢？第一个，根据我国的土海法，根据我国的原住民族增划编保留地的办法里面，我们发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这一个领域的范围是广域的，那你将会遭遇到来自不同的政府机构，比方说农委会、水利署、林务局、海巡署这方面的法令所约制。因此，我们的后代如果用这个圈状的散布的话呢，会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随着原全会的设立，未来他们变成台湾原住民之后呢，我们在增划编土地保留地的部分会日渐的枯萎。所以我们如果有远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带状的分布的领域来去争取海岸线的土地所有，来增编它，这样子对我们的后代，其实在经济的发展是比较有智慧的。这个是我针对这个带状它所产生的经济学的效益，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就是说让我们的族人了解说，我们的这个带状分布，我们将来的原住民族自治，或者是原住民族的这一个所谓的蓝色公路的经济海岸的微型经济网络，事实上是可以跟政府做对话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你已经完成了东岸的观光建设，我们可以跟你共治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呢在这个地方发展过海洋的经济事业。那因为你们的这一个对我们的这个政治的上面的一个断裂，导致于我们在人权的这个公平正义上，在经济发展上面，我们成为社会的这个经济不利的族群。因此我们希望呢政府呢能够提供一个方案，让我们环东岸的这个族群呢，就是重回初始的状态，用我们的这一个礼物交换带的原来的经济结构去重振一个新型的经济，不管在环保、生态或是传统智慧，哪怕是原住民族的这公民事业，基本上就是这个论述。因为现在的法律的那一个所谓的行政法院的就是权力的诉讼很多的这一个法官，尤其是高雄行政法院，他几乎都是参照原住民族参照学者的看法。因此我们应该呢就是多读书，多出书，然后呢把我们所知道的用文字记录，将来我们的后代呢就不要就是跟原民会原民会的土管处它是一个就是蜗牛的单位那比方说你申请一个增划编保留地就是像我们这个家族就是请那个中兴埔，结果呢一请等了30年才等到权状。事实上你打行政诉愿的话呢，基本上专家学者认定的话，他把专家学者叫来做证人，然后打下去之后就直接就是法院就判定这个部分是归权益人所有，这样子的速率就会比较快就避开这个原民会的那种申请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在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撒拉塞礼物交换带它的这一个经济的效益绝对就是不会亚于我们在陆地上面从事工业、农业或商业生产的效益。那我们应该去重视它，说如何我们把这个海岸的产业呢，我们把它做连结。那目前最有希望然后最有可能性的就是巴厘岛系统，因为刚刚说过了，巴厘岛系统它在整个环东岸的部分，它是涵盖整个狭长带，所以这个部分只要你们愿意去做研究，然后做出相关的这一个论文，然后呢在国内2期以上期刊投出来之后，基本上行政法院都会认定。所以我目前所做的那个阿美族圣山吉兰山的部分，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就造就了就是某些放牛的家族啊，可以取得将近700公顷的这个就是耕牛，因为他们耕牛的那个牛在林线需要用盐啊，所以他们种了很多的九琼木啊。这种植九琼木的时间是在民国74年以前了。那所以专家学者就证明了说，这个氏族这个家族在这边种了这个东西养牛，那就符合原住民族彰化边保留地的条款。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学者做的东西就可以拿去就是申请行政诉愿，然后申请行政诉愿，直接法院裁定，就是等于是说你不要经过原民会的申请了，因为原民会申请完之后也是要到法院裁定，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话会节省效率。有些老人等到都已经临终了，那个土地权状才下来，基本上，所以我说原民会的那土管处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蜗牛单位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致的，当然它的效益蛮多的，因为时间的因素，所以我就大致跟大家说明。剩下的时间我就跟大家进行讨论啊。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我要看你们的留言。好，那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有16分钟，那我们在线的有没有同学愿意这一个说明或者是提问？玉林同学，你还有没有想要问的？你要问的是保留地啊？你讲的保留地啊？有2个讯息栏有问题。好，喂，好，我看到了哦，留言板有一个问题哈，我先回答哈。达兰克斯跟法离道系统，达兰克斯这个部分哦，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知道那达兰部跟他好像有关系，那我知道的不多，那我可以就是说，在下一次我去就是把我就是去调资料，然后再做一个说明，可以吗？凯明。然后信燕，你的问题很好，你说阿美族是往东走，我跟你讲，在17世纪以前哈，阿美族是环岛走，我们可以从考古研究里面发现到，你看现在的这一个龙銮潭遗址挖的东西跟东岸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都是跟东岸的那个考古遗留是黄铜啊、手镯啊、玉器啊、银器啊、玛瑙啊，都一样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又发现到了。这个南科遗址挖的也是黑陶啊，它是各个不同文化的东西都集中在南科，然后再往北走，然后大粪坑等等的，其实都有黑陶。但是我只要光是讲黑陶跟花莲的玉，这2样东西出现在西部的平原，你就可以就说明了，就是将过17世纪以前，在文字没有进入到阿美族的社会以前，基本上我们几乎是就是环岛跑。真正我们跑的距离是涵盖整个南岛民族，因为我们的红桃就是所谓的拉比塔，然后呢也出现在纽西兰、新几内亚跟复活岛啊，对啊，那这是怎么过去的？而且它出现的时间还是他们的考古挖出来的，对，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时间很久，那我们就是文化人类学部分没有办法去做这方面的实证了，因为我们。就顶多就送到台大中央研究院去验它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就是只能就是从它一个概念面来做体现了。然后，那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44个氏族里面当中也有八仔族啊，那它为什么八仔族会变成阿美族？那这里面当中也有马卡道族啊，为什么马卡道族会变成阿美族？那这里面当中也有萨基拉呀。有咖喱阿万啊，但是为什么它最后都变阿美族呢？所以这是说明了，就是说族群的迁徙，然后呢，它往东往西往哪里走，最后面它在阿美族的部分做了一个综合这样子，因为它是母系社会。好，老师我要讲，好，玉林，是因为语言一样才变成阿美族吗？这个问题哦。因为它的语言很接近啊，虽然是很多有一些词汇不一样，但是那个大部分的语言，大部分的那个阿美语言都一样，
所以才会变成他们是阿美族的人种啊。对，从语言来看哈，在国家主义还没有介入之前呢，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嘛。然后阿美族它是一个母系社会，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说它会融合了很多的那个族群，所以如果说这针对大家的看法哦，用语言来看法，至少在古南岛语，因为我们知道说外人到了台湾就是大概16世纪嘛，在16世纪以前基本上大家都用通用的古南岛语，然后呢，但是呢，荷兰人又认为说，巴塞族用的是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们到了这个美伦的这一个出海口之后呢，他用他的语言到花莲来，然后阿美族不用阿美语，他跟他用巴塞语做交换，这样子啊，所以就变成戴恩讲的，他就是会语言会流动，然后这个流动过程当中一定会彼此互相采借，对，然后呢，最后面呢就变成一个阿美族这样子，对，然后是不是？当然，古南岛语它一定有它的共同的标记，对，那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语言人类学它不支持，就是说语言就是语言不同，它是一个民族，那它是不支持的，嘿，对，它就是语言人类学，它就是支持，就是说那个族群它的一个标记，它的祖先研究最有宝贵的一个发明就是语言。然后那个语言就可以知道说你是怎么迁徙的，然后呢，你是在哪里发源的。语言人类学就在干这种事情，他就一直在做这些事。那你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就是从那么多的证据已经体现了，阿美族里面当中还有别的族，对，这是毋庸置疑的。那这些族群跟阿美族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已经知道说达悟那个毛利族以前是阿美族，我们也知道日本九州跟这一个 Okinawa 以前是阿美族，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些它的一些初步的证据，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知道说他们这个到底是怎么演变跟发展的。那基本上阿美族就跟我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八国联军吧，用这个概念来思维，然后呢，它是因为国家主义的关系。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族啊，事实上阿美族根本也不叫自己叫阿美族嘛，对啊。那我所知道就是说，以前英人家具来台湾的时候做土族人种的分类，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做了很多的错误的分类。那英人家具沿用清代的分类嘛，那清代的部分又说卑南王因为跟这个清代的寡并他们之间。有相当的依附关系，甚至他把女儿嫁给一个汉人，然后呢，这个汉人就接这个清廷的公文，然后询问这个卑南王，南王部落的首领说那个北方的人是什么人？那南王部落的首领又不按汉语，就回答这个卑南族的女婿说北方叫做阿密斯啊，所以基本上阿美族这个东西在清代以来呢，就是官方的称呼啦。他还有俗名的称呼是板炸这样子，那又有人说自己是阿密斯，又有人自己是板炸，光是这样子就已经知道，就是说这种二分法是来自于语言学，是来不同的亲族类人关系所造成的。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回答你，你可以理解吗？老师，我要说的说，其实我说的是板炸这个族群，这个阿美族这个名字是以清代来的时候才有的。我讲的是那个板炸这个民族，本来他们都是板炸的这一个族群，才会变成现在他日本人就把它融入到变成是用他们的称呼是阿美族的这一群人。对，说的还是有点。我刚刚就已经跟你讲答案啦，答案就是板炸是俗名的称呼，阿密斯呢是官方的称呼啊，所以当然是俗名的称呼比较贴近我们的语言文化，对，那是官方他不承认，现在官方仍然就是把阿美族叫阿美族，他不叫他叫班查，但是那些语言师资里面现在已经慢慢解构了，他就是把阿密斯跟板炸共用这样子，
好，谢谢。对，然后如果我还讲的不清楚的话，可以就是没关系，你留言，我在后面用书面来回答你。最主要是我要问的是基因方面的，基因哦，基因方面的事情的人口的分布啊。好，刚刚我讲是语言人类学，现在要讲体质人类学。我们你要验出一个人的基因的类人关系，就是在我们的 H17、H21、H27，还有 H37还是36这几个基因的那个条码，就会知道说你到底是什么族群的。对，所以你必须呢到马偕医院去做验血。那之前呢，10年前呢，林玛丽她就是有做过3次的大研究，但是事实上做出了大研究之后，在国际期刊刊出以后，有受到世界各国的回响。但是呢，基本上随着最近的这种体质人类学的这样子的发展来看，他当时的研究也是慢慢的式微了。所以说，今天的真理不会代表明天的真理，真理随着时间空间改变而改变。那因此，有关于这阿美族的基因水源，因为它是涉及到体质人类学，它要测你的组织抗原，那在研究上面，除了国家介入之外，是很困难的这样子。那因此，我们的族人只能在有限的资源，像我们就用文化人类学来去做就是做剖析。那个血缘的部分基本上是很容易测得出来的，但是必须就是目前比较专职的机构是马偕医院，那林玛丽也退休了，然后是陈淑桌他在延续，可是陈淑桌他本身我知道好像不是医学系出身的，对，他也是做文化人类学出身，他转型到医学，他是不是又受到了医学训练，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在做的部分，如果有受医学训练的背景的人，这个部分是可以去做的。这样子，玉玲，你可以理解吗？这样子，理解，可以哈。那去做的话，这当然是自己族群做自己族群研究，当然它是有很高度的学术的那种成就，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讯息的部分哈。那个凯明的部分我就另外回答，我专案回答你，因为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以前在达兰部那边去问他们就是达兰各斯的这个体系，然后我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的44个氏族的比对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个目前还是蛮缺的。然后再来就是那一个信念的问题，我刚刚就回答你嘛。然后就说一部分往北走的阿美族呢，基本上你想想看在17世纪到以来阿美族根本就处于战乱的时代，到19世纪之间然后所以才会有被汉人称这个花东地区是后山然后就说生番难驯这个粗鲁野蛮等等的那种形容词都来了。那种殖民治理的形容词都来，基本上就说明了我们以前就是在一种战乱的一种背景，这样子。那往北走的话，你想想看，噶利阿万都从宜兰往后山移动了，那你就会知道说越北走越险恶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对啊，然后再来就说，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一个断裂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独木舟也被烧然后呢海禁在同时间在历史的分类上，我前面有一个表。就是说明了那个海禁的部分，施琅为了要抓郑成功开始，基本上我们跟北部就已经完全失去联络了。那说现在语系分布的阿美族，其他这个部分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我有做那个氏族分析，可是做氏族分析，我现在做完的部分是只有做那个，就是你的祖先是吉兰阿善的。那你们现在这个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祖先是李龙山，包含恒春阿美的圣山也是李龙山，所以那并不是就是只是它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阿美族的这种系统所属从日本时代的前井惠人伊人家具宜川马渊东一都已经就做了很多的研究。这部分你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现在的语言分布呢，那就不好玩了。我可以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几个Swan哈，它是一个人类学家称为 Language Excellence 的这个地方啊，它这又叫做语言之岛。为什么它叫阿美族的语言之岛呢？因为我们知道东昌跟满曼哦，它是巴厘岛哦，但是现在的满曼呢又是跟萨基拉雅，然后呢，所以现在东昌它里面分布的就是说，它有咖喱湾班扎、吉马嘎道班扎、吉嘎酸班扎、巴厘岛班扎，嘿，这所有的阿美族的语系都集中在这个那个整个吉安乡，然后是因为说清代的时候开始战乱，那阿美族呢本来是对立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变成就是联合抵抗敌人，所以呢就是整个都往那个吉安乡移动，所以你说要把它做一个区分，基本上可以做个小区分。那你把它做一个系统所属的话，有点困难，对，会有相当的困难性，因为现在呢，就是现在语言呢是混合型的，因为你可能是爸爸的加上妈妈的，然后呢再加上迁徙的，所以它是一个交叉共构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很难来做区分。是小区分是可以，大区分就很难。所以我再补充给心燕，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不知道能不能接受，我是不知道。但是就我的知识领域呢，我只能就是做这样子的说明。好，那现在是8点59分。那如果说有任何有问题的人，就可以就是在这个讯息栏里留讯息，我可以就是下一堂课呢，下一堂课就是很精彩。下一堂课的主题呢，我会提早公布，因为下一堂课就是要做一个很好玩的，就是那个吉兰阿善的，我们在上面去做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了什么事情？哎，那个蛮有趣的。下堂课跟下堂课这2节课就是不要错过，因为那都是很精彩，然后是跟语言有关系，哎，然后就是完全就是说让那个语言师资他们在授课可以增加它的深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谢谢大家，我是嘎路，然后呢说的不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时间有限，我只能就是做这样子的表述。那我们最后还是请李老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好阿赖龙康老师，如果还有很难不，你就留到下一次吧，因为老师讲得很精彩哈。希望很多你的问题都可以的一个一个的剖析，那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的阿少是怎么走的。但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希望龙康老师哈，不是你刚才也说过了哈，巴寨跟这个阿密这边忽然间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想到这个语言是究竟是怎么分布在那边，是变成是一个段啊，是一个段的啊，那我就是我的疑问了，下一次再跟我们做解释。我好萨利嘎嘎啊，今天照顾比来呀比达。Tuni pa ini tuni longkang pakainya i zawai nomita mi sa amisai ice dia ho在我 amis 是部族了哈，有nga少过少系dia也好，好 masamaan ka lalacar nangra atau ini saka irano ka tatuverno nyaro dia也好，那我们就慢慢的细听，下一次龙康再解释给我们。好，晚安。好，阿赖，谢谢各位，谢谢老师，阿赖。晚安，阿赖。张光德张老师，来哦。慢慢的在。谢谢张老师，谢谢李青青老师，谢谢。谢谢。